後生仔女咧就追星，我哋老友記梗係跟住明星揀靚屋啦，好似係佘詩曼、任達華等等，佢都係喺中山買樓定居嘅。數據梗係實打實啦，近5年港澳客買樓，中山就排第一，越嚟越多香港人選擇過嚟中山定居。大家好啊，我係阿 John。中山咁大，點解唯獨淨係揀火炬開發區呢？又係因為呢個區係中山唯一全國首批國家高新區，中山嘅經濟火車頭 GDP 唔單止常年穩居中山第一，甚至比橫琴嘅自貿區仲要高，更加係深中融合發展嘅主陣地。你話係咪好穩陣先？而佢更加係深中通道嘅橋頭堡，一部劇嘅時間就到深圳，個零鐘頭就返到香港。哇！加上10月港車北上豁免禁區紙，哇！啲仔仔女女過嚟探我啊，話咁易啦！我最終都係買咗中澳嘅和悅春府，佢就喺張家邊呢個成熟生活圈。你睇下火炬區人民醫院旁邊，華佗山公園、德能湖公園、太陽城、德眾廣場一腳油門就到。醫院、公園、商場全部都喺我嘅生活半徑裏邊。佢最令我心動嘅就係佢喺中山嘅城市中軸，中山路嘅東延線上邊，同盛景上風、堅逸星河 Coco City 一線貫通，轉個彎就去到長江路，連山姆都直達，真真正正將東區心嘅繁華同港中同城嘅便利一次過擺喺我門口。並且呢個樓盤嘅開發商係中澳集團，深耕中山23年嘅本地龍頭，絕對信得過啊！酒店式嘅歸家大堂已經建好啦，園林仲要係新亞洲風情，靚啊！最正係以後會有粵港通乘車服務，返香港見老友啊，就好似 call 的士咁方便。我入手嘅就係呢個87平936尺嘅3房單位，唔單止客飯廳南北對流，連主人套房都係。最妙嘅就係牆都可以隨你心意，中意開放式廚房又得，想多個衣帽間又得，個孫嚟玩啊都可以有自己嘅天地啊嘛。88平即係大約947尺嘅單位啦，一樣咁掂㗎，一體化嘅客飯廳。開放式嘅廚房設計，仲有3個房，全家都夠住。主人房啊，仲要係套房嚟添啊！想要再闊落啲啊，108平即係大約1162尺嘅4房單位就啱晒你啦。佢個橫廳連接住超大嘅陽台，仲可以打造成幾十平嘅超級社交廳。哇！呢種咁嘅尺度啊，真係香港啊，你都真係不敢想像啊！如果你都想揾個方便舒適又抵住嘅地方安享晚年，快啲嚟中澳和悅春府睇下啦！我哋一齊做鄰居。